起那个嘴巴要喉咙要痛了嘛，还可以。看起没住院演了。你说那个饭啦，你煮熟就是了嘛，那么要煮那么烫热嘛，嘎？柴多，你们烧炭吗？还是烧柴了现在？我们不烧柴，那个汽油去烧完，说把饭煮那么烫啊？难怪，看燕燕儿做的确实烫啊！他不回来，没回来过啊，没在我来过。哪个没回来过？就是我们说那个女噻，周俊华。哥就周俊华啦。哦，你叫周俊华啊？那你们挑起来的呀，挑过啦。你叫周俊华那个，我那个也叫周俊华。我就是有的啊。几年我都没到过队啊。真的啊？有几年没到队了？都有2、3年了。天嘞！都和周俊华天天在一起啊？哦，那你怕嘛？我没得你来过。这阵他们这阵咋去了？没跟着你带队啊？我跟你带队，我就是有的幺女子，认得不？你说你我问你个你这个我那个女子打了你就10户了，10户了。我问跟你斗队没啊？你说你跟我2个斗队，这些今晚是跟我2个斗队。你看清楚，那就是幺女啊。那个啊？哦。这就是幺女啊，在陪着你的嘛。那么养成那么出去了？旁边那个不是那一个。那个啊？哦，好能干了，长能干了。哎，真是没办法了。